大家好，我係 Karen 媽，今年係我第26年得到 MDRT 嘅資格。首先多謝公司嘅栽培，多謝林老闆提供優質嘅工作環境，同埋引進好多新嘅產品，等我業務可以係繼續發展落去。另外多謝後勤嘅同事啦，佢哋嘅包容同埋協助同時我已經入行30年啦，多謝我客人咁多年裏邊對我嘅不離不棄繼續鼓勵同埋支持我。我承諾會提供優質嘅服務，係令到個個客人都非常滿意嘅。最後多謝我女女啦，佢嘅包容同埋係支持，佢嘅原動力等我能夠係專心工作。最後我祝願公司生意興隆，業務蒸蒸日上，而各位同事就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。多謝。